过来是正大消息，来看侯友宜的竞选团队最近推出一个广告，叫做“家是门神”，也是靠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甲中央促选会前董事长林聪贤的画面。郑文灿真不满，讲这是不实的指控，已经正式提出着告诉。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嘛特别来呼吁，讲这参选人唔通把新型的民主选举变做不实的抹黑。金钱流向不交代，幕后黑手全神隐，谁是门神？攻击健康两个议题，佮拍广告伫电视台播送。蒙神的面膜啊，佮用中央促选会前董事长林聪贤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面，引发着当事人强烈的不满。郑文灿的面册文章开宗明义，都讲到侯友宜竞选总部不实的广告，严重甲对方警告，为着选举不得手段，要选总统的人敢讲欠缺着基本的民主素养。强调讲已经提过，要守护台湾民主，应该爱为格调。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施政报告进前，嘛公开表示，这完全是不实的指控。选举的这一个阶段呢，所有的候选人呢，都应该不要把这一个神圣的民主选举呢变成了这个不实的造谣抹黑哈。中央反击的态度是大正的，严格竞选团队落旗拍广告的当事人认为讲这是在替人民发声。为什么这么多的一己之弹要销毁，浪费公帑？问题又在哪里？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那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是人民的声音需要了解这个状况，来龙去脉，告诉人民，这才是我们要的答案。不要去浪费司法资源。警办的执行长金溥聪也表示，影片是后办制作，嘛欢迎对于金溥聪本人提告。严哥一直攻击正口能，敢是想要将林北好友变成的焦点，呼呼合贵，大家拢得看。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